呢個房咧，以前係高高在上咁破1萬1一方嘅，咁而家咧裝修好啦，112方先賣88萬，而且係一個4+1房嚟嘅。究竟呢個房咧跌到咁嘅地步啦，仲值唔值呢個價咧？咁咧，大家就跟住大明嘅鏡頭一齊去睇一睇啊！我哋就嚟到呢套樓呢度啦。其實咧，呢套樓咧係高峰時期賣都係好貴嘅。16年嘅時候，呢度個小區嘅個樓啊，就第一個係衝到11000蚊一方嘅。咁呢度咧112方4+1房，使用率都非常之高，佢賣嘅價格只係88萬。咁係南北對流雙陽台嘅，咁我哋就喺呢個其中一個陽台呢度望出去，係望園內嘅，就有其他小區嘅。呢度個小區都係貴價樓嚟嘅，從嗰個鼎威啊、龍悅啊到景豐啊，以前都係賣15000蚊嘅，但係冇辦法，環境所致啊，大環境啊，咁咧導致咗三鄉連開始鎮中心嘅樓都開始陰跌啦。陰跌意思就係你睇唔出佢跌得幾犀利，係慢慢咁跌。可能有好多業主佢都好難接受呢一點，但係冇辦法15年三鄉房產人大名嚟講，三鄉就係一個適合居住嘅地方，佢唔係一個好適合炒嘅地方。咁呢個小區咧，佢又唔似鼎威咁有咁大嘅一個園林咁即係個展立面，但係咧佢就係小區係比較低層嘅，採光係比較好嘅所以如果有啲人咧子女比較多嘅，又攞唔出咁多預算嘅，又想買個4房大裝修嘅，其實就係可以睇一睇呢套樓嘅。當然佢呢套樓咧有一個小小嘅缺點，就係佢呢度有一個沙灘快線嘅，即係望出去有一個沙灘快線，但係咧將玻璃窗關起身，其實影響不大。咁如果你想一啲聲都冇嘅，乜聲都冇嘅，就裝上嗰種隔音玻璃好啦，我哋頭先睇陽台，講到客廳，經過客廳再到對面一個陽台，睇咗啦。咁咧佢呢度咧，佢入嚟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入戶花園嘅。當然佢以前嘅業主咧就整咗啲格仔，有可能想擺放自己嘅藝術品乜之類嘅，就有呢啲，咁就已經清空咗噶啦咁我哋又睇下呢個房究竟係點嘅過嚟咧，廚房飯廳客廳即係大家記住88萬可以買到精裝嘅4房，喺三鄉鎮中心位置呢度呢度就一個係客房展示簡單展示下呢度一個公共洗手間呢度係個客房，咁主人房就呢度獨立洗手間主人房咧就係望園內嘅。相對於其他嗰啲小區大4房嚟講咧，好似隔離嗰啲一般嗰4房，佢嘅價格咧都要去到130幾萬，甚至140萬。咁呢個就係100萬樓下，88萬去買到啦咁無論係內地嘅客戶咧，但係香港客戶咧，翻嚟如果想要一個4房嘅話就可以考慮呢個小區。其實呢個陽台望出去都係冇遮擋嘅因為對面嗰啲全部係嗰啲別墅群嚟嘅所以視野採光都比較好唯一一個有個小小缺點就係靠近一個沙灘快線當然呢個缺點咧，如果你裝上嗰個隔音玻璃係冇乜影響嘅咁今期咧，我哋就講到三鄉跌價嘅樓盤啦。因為大明咧接落嚟咧都會陸續介紹，就係有啲業主劈價出售嗰啲，咁咧業主劈價出售咧就意味住有啲人咧就可以喺呢個房市
當中啊，可以執到嗰啲筍嘢啊。咁咧，如果係超出市場價嘅或者高出好多價格嘅，咁大明就少啲拍，咁就記得喎，你哋如果想執筍嘢嘅，要關注呢個大明呢個三鄉專用呢個號就只係想幫買嚟居住嗰啲人，唔想花咁大代價嗰啲人嚟報到三鄉個筍盤好就到呢度，see you。